喺聖經入邊咧，約翰福音14章27節咧講到：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。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呢個咧係耶穌俾我哋呢個世代咧，俾我哋嘅平安嘅藥，話俾我哋聽咧，喺危難當中，我哋依然可以相信佢哋嘅應許。咁嚟緊呢首歌咧叫《平安的藥》。
首係平安的羊。